企業培訓組嘅 FVD。Hello， 你好，我係 Shirley， 我知道，收到，好，冇問題，多謝老闆，拜拜。咦，我哋有會員電話響喎。喂，Shirley姐，有咩幫到你啊？哦，有大嘢係嘛？放心，你嘅客就即係等於我嘅客，我即刻 call 馬幫你搞掂佢。好正啊！香港企業共有14年經驗，擅長為企業提升銷售業績，提供決策方案。曾任公司協會秘書處，提升營運效率。BNI Chapter 10年創會員，並擔任財務秘書，第9屆主席。現時係 BNI 香港增長董事顧問，支援會員運用系統，將自己嘅企業同埋自己一齊進化，應對未來。好，呢壇嘢咁大咧，梗係要揾埋我嘅拍檔出嚟，等我打個電話先。喂，關人大哥，會計又要出動啦，今次靠你，我哋要有公司秘書服務。好啊，學到我嚟揾你啦。好，揾完隊友 B 要揾隊友 C 啦，係咪？不過介紹咗啊 Ryan 先。Wiley 執業會計師 Legend 10年創會會員，現屆副主席，係一個讀理科出身嘅會計師。佢係會計行頭已經超過15年，係公司嘅合夥人，同時擁有澳洲註冊會計師資格。佢同太太都係一位會計師，屋企仲有一隻3歲大識得會計嘅布偶貓添喎。Ryan 最近仲獲得政府電影檢查監督會委任成為電影檢查顧問小組成員，應該即係人審處人啦。負責為即將上映嘅影片作出評價及意見。可以俾掌聲會計師。第3位我嘅拍檔咧就打電話俾佢啦。Hello，Gary。係啊，喂 Andrea， 又係我哋拍檔嘅時候啦，人力資源加企業顧問，快啲上台。明白，大生意啊！唔該晒。Andrea 擁有20年大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經驗，曾任日資銀行人力資源副總裁，擅長洞察人心，熟悉香港僱傭條例、合規、架構、設計與人力策略。Wise Consultant 並非一般獵頭，而係提供全方位 HR 解決方案，由制度、人才、文化到合規，幫企業打好根基，行得更穩，走得更遠。好，我哋俾掌聲嘅靚車王先。咁我頭先咧收到啊 Shirley 姐嘅客戶佢有個需求啦，咁我哋就估唔到我哋道具部俾個咁認真嘅道具，都不愧我帶個大哥大電話嚟到同大家做 presentation 嘅。係啦，講一講下阿 Shirley 介紹呢個客嘅背景先。其實咧就係佢個客好勁，個名叫龍哥。咁我唔知佢做咩生意但係就知道龍哥好勁。咁啊龍哥咧其實咧就係一間咧金融公司嚟嘅。咁佢曾經係即係佢喺內地嘅公司咧，想喺香港開佢嘅一個分部。咁咧喺佢開咁個過程當中咧，佢揾咗另一個朋友幫佢手，但係咧呢個朋友咧就將佢嗰啲公司開到亂咗啦，會計又好似亂咗啦咁樣，所以咧佢就揾阿 Shirley 求救。咁 Shirley 又揾咗我啦，因為咧我同阿 Ryan 咧曾經合作咗5年咧，做過一個大型嘅秘書處，所以咧佢揾我哋就啱啦。咁我就嗌咗 Ryan 同埋 Anthea 一齊開呢個會，係可以係呢一版冇錯啦。係啦，喂，好開心我哋有最後啊！我哋俾掌聲啊 Shirley 姐又介紹咗大家俾我哋做，佢繼續做成個啱啦，係咪？係啦，頭先有講到阿龍哥佢嗰個個案咧就有啲狀況啦，即係咧佢申請過，但係咧就有啲棘。咁我知呢啲奇難雜症就難唔到我哋專業嘅會計師 Y 嘅。咁咧龍哥嘅需求就係咁樣嘅，係一定要合規，咁呢個都正常啦，係咪？佢要計算好多風險，因為佢嘅周轉嘅數目啦、項目啦都係大型嘅，
所以咧一定要好重要。譬如我哋都有啲專業嘅 CT 啊 interview 我哋要揾佢啦。Ryan 同埋咧要處理好大量嘅文件，咁呢方面可能對同事啦點樣去做協調啦，或者招募嘅時候咧都重要，所以 Anthea 呢個部分都好重要嘅。好嘅，咁啊 Ryan 如果喺你嘅角度上面點樣可以幫到龍哥咧？咁樣啊，事先咧我都準備咗2張咧個 checklist 俾兩位你哋睇一睇嘅。咁咧熒光幕都會睇到㗎啦，下一頁係啊，下一頁熒光幕都睇到㗎啦。咁咧我知道啦，龍哥咧佢咧就需要咧係啦，佢需要咧秘書服務嘛。咁咧其實咧因為香港成立有限公司其實就唔太難嘅，不過咧佢係一個公司秘書咧，其實就係一個香港有限公司咧一個法定嘅職位嚟嘅。咁但係咧佢個職位其實大家都睇到啦，睇到個 checklist 表都睇到啦。咁其實就係一般嚟講都係保存文件啊，或者及時申報咁樣。因為咧其實都有啲麻煩嘅位在於咧就係佢哋成日都唔記得咗咧要做週年申報表啦，每年都要交啦。因為遲咗嘅話咧就有罰錢，就比較麻煩。咁另外就會後期咧，佢有啲咧就會係而家有一個叫做咧最尾嗰度咧，大家都會見到咧重要控制人咧，其實即係 SCR 嗰個位置咧，咁都唔算新㗎。但係咧好多時咧，咁多位老闆咧自己都唔記得咗自己係要做嘅。咁如果咁多位老闆咧，如果你哋係有限公司嘅話咧，如果唔知道係咩嚟嘅咧，咁就比較麻煩少少。因為我早2句先至，我哋都俾人查過嚟，係當然係冇問題啦。因為佢係會突擊檢查呢樣嘢，咁所以就罰錢就得不償失啦。咁另外咧下一頁咧，另外一頁咧就會見到啦。咁咧阿龍哥咧就想成立公司嘛。咁成立公司其實咧重點其實一個重點就係咧要睇間公司咧有冇牌照。咩牌照咧就係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呢個牌照，我哋簡稱 TCSP。咁呢個牌照嚟講咧，如果大家嘅 concept 即係話咧秘書公司咧，如果係冇呢個牌照嘅話，你要小心啲啦，因為佢即係無牌經營。咁無牌經營嘅話咧，咁就大家諗諗冇乜保障啦。咁放心啦，我哋公司都係呢個 GCSP 嘅牌照嚟嘅。我哋呢個服務都可以涵括埋俾佢啦，因為我哋本身冇錯啦。但係咧，最緊要一樣嘢就龍哥咧就唔好嫌我哋煩啊，因為咧而家我哋 AML 即係反洗黑錢條咧就管得比較緊咯。咁咧變咗咧，我會問佢好多嘢，例如KYC 啊，即係大家成日都聽過啦 ，CDD 即係盡職審查啲嘢咧，即係我問好多嘢，問佢啲咩咧，就可能問埋佢咧，佢收入來源喺邊啦，資金來源喺邊度啦。咁阿龍哥就唔好嫌我煩啦。咁應該 Jenny 介紹一個嚟嘅冇問題嘅，但係手續上都要照做嘅。咁另外咧，人工資嚟講，開公司其實就正常情況就5至7日啦，一個禮拜9可以做得到啦。咁你話大家聽過好多買學啊，或者現成公司就大概2至3日搞掂。咁但係其實咧，我唔知龍哥係一個傳統啲嘅人啦，定係一個新派啲嘅人啦。咁咧，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咧，其實咧可以咧公司咧人咧，我哋就講事實大事啊嘛。咁我哋幾時咁加翻個命數啊？咁其實公司都可以。我相信龍哥一定好開心，可以揀到佢啱嘅事實。冇錯，公司成立嘅時候咧，其實都仲要俾掌聲啊 Ryan！可以揀到呢個事實嘅。咁咧當然啦，有到幾多分鐘咧就難啲嘅。咁但係事實即係2個鐘頭之內咧，我係絕對做到，呢個係冇問題。咁到時咧就同我龍哥夾一夾，睇下咩情況啦。傳統結合創新啦，係咪而家？係，冇問題。好嘅，唔該晒阿 Ryan 呢邊。咁可能喺招募方面，其實因為我哋都要處理好大量嘅文件，亦都要合規啦。咁我知道啊 Anthea，我哋合作咗咁耐，一定知道你好專業㗎啦喺人力資源呢邊。咁你點樣可以幫到龍哥咧 ？OK， 睇翻龍哥嘅 case 咧，其實佢係 under 證監一個牌照嘅asset management 嘅公司啦，所以喺合規合法嘅層面咧，我哋必須要遵守得好嚴格嘅，亦都要齊整咁樣啦。第一樣嘢我哋要少少了解咗阿龍哥，究竟其實嗰間公司入邊嘅人力嘅架構究竟係點咧？當一間公司成立嘅時候，第一樣嘢個老闆必須要訂立咗自己個公司嘅架構，除咗呢個方向去招聘啊，或者係處理其他嘅文件嘅。其實咧人力資源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嗰個緊扣得好即係話緊扣嘅一個function嚟嘅。因為其實當你定咗人才之後，就開始我哋會去採購人才係啱嘅，都係採購嘅人才係啦，你都係人才啦。係啦，獵頭咁啊，其實龍哥間公司咧係一間證監嘅公司啦 ，under 咁需要有 RO 嘅 ，RO 係需要有牌照，所以喺揀人才方面咧係必須要留意佢嘅背景啦，或者佢嘅資歷方面嘅嘢。咁其實咧咁啊，招聘嘅期間除咗有 RO 之外，有其他嘅唔同嘅 function 都會有同事啦。咁啊，除此之外，我會同步咧就會處理佢一啲嘅即係人力資源嘅文件上嘅 back end 嘅嘢啦。譬如有啲嘅勞工法例嘅合約啊，一啲員工嘅手冊係必須要有啦。咁啊，其實最重要仲有啲合規嘅嘢，就係要幫同事買勞保啦，亦都要有供強積金嘅。
咁頭先提過啦，龍哥係一間即係 under 證監嘅一啲牌照嘅公司啦，所以我哋其實 HR 入邊係必須即係要遵守一啲嘅基本嘅勞工法例，譬如嗰啲713同埋418，我哋必須要有一啲嘅規矩。頭先有人都提過啦，可能有啲 AML 嘅嘢都必須要提供俾同事，都去呢個培訓方面嘅嘢嘅。咁啊，另外仲有呢啲嘅行為嘅 code of conduct 啦，行為操作守則，同時必須嘅，因為牽涉到錢銀嘅交易啦。咁啊，作為員工嘅都必須要遵守翻 code of conduct 嘅一啲嘅資訊咁樣咯。好嘅，聽完兩位所講咧，其實咧我係好有信心，我對住龍哥咧都可以引薦佢兩個一齊去同佢見面嘅，因為我頭先佢講嗰啲我都唔講明。係除咗阿 Anthea 講30嗰個我就記得，佢嗰啲咩778我就已經唔記得咗。不過我覺得團隊合作就係咁樣㗎啦，我信任我嘅團隊，我哋一齊去做，曬咗啊 ！OK， 咁我哋就又要去見龍哥咯。好。好趣致喎呢個，好，我哋去下一頁先啊，係啦。3 months later 唔好意思啊。我知道呢支咪係遙控嘅，係啦。喂，3個月過後啦，成功我哋已經做咗啦，即係開咗公司啦，亦都同阿龍哥傾咗，佢都好欣賞我哋可以跟進得好好，亦都冇嫌阿歪人煩，亦都覺得阿 Anthea 有幫到手。咁我下個禮拜要同阿龍哥做一個 review 啦，咁我哋幫佢開公司嘅情況啊，或者佢公司上軌道嘅情況咧，我都想問一問兩位先。公司上面咧，佢啲文件就齊晒啦，咁咧啲文件、法定文件啊嗰啲全部幫佢更新咗啦。咁有少少之前佢就有啲嘢改咗啦，咁我都幫佢改咗，就冇乜大問題。不過咧，佢個會計系統可能就會更跟啦。另外咧，就會係佢有個我哋叫 cyber security 咧，咁佢嗰個網絡保安嗰邊咧，可能都我哋要揾人幫手啦。即係話，其實如果我哋呢個團隊入邊有做網絡安全同即係 cyber security 同埋會計軟件，咁就無敵啦，係咪？咁就無敵啦，咁就可以幫到佢繼續個 operation 就冇問題啦。其實幫埋我哋添啦，所以你哋有冇認識呢啲朋友啊？有嘅請舉手。好，俾掌聲有舉手嗰啲，係因為佢哋舉起嘅手打唔到掌。好嘅，好唔該晒啦。咁啊 Anthea 你招募嗰邊點啊？ OK 好，其實頭先有人都講得好好啦，其實開始公司都運作啦，好多 system 系統都需要必須嘅。咁HR 嗰邊其實都有一啲嘅 system 都需要嘅。其實因為頭先提到啦，我計過有713啊、418，其實公司營運之後咧，好多時嗰個薪酬架構咧都會有唔同，可能有牽涉到佣金啊，或者係一啲花紅嘅嘢，所以有系統去幫佢咧，其實係更加合規合法咁樣去處理同事嘅薪酬咁樣咯。好，咁啊，其實招聘方面咧，其實我已經係招聘咗70%啦，已經到咗位㗎，同事都好好。咁 RO 咧亦都到咗位啦。咁其實呢段時間咧，都開始翻工之後咧，其實同事嘅績效即係 performance 咧，都需要去睇住啦。咁可能個試用期啊，或者再嚟緊一啲嘅 KPI，我哋都要幫呢個僱員去 set 啦，令到公司嘅業務咧更加可以發展得更加暢順同埋達標咁樣嘅。係啦，咁啊，當即係同事去運作嘅期間，我哋作為 HR 都同時公司都必須要制定一啲嘅薪酬嘅福利俾同事啦，讓佢哋做嘅期間裏邊更加享受到更多嘅公司嘅呢啲嘅福利啦，同埋提升公司嘅競爭力嘅，因為其實行內都好大競爭啦，點樣留才留人都係好重要嘅事。咁啊，其實風險管理頭先提過呢個證監嘅牌照啦，咁所以我哋 HR 其實都要好好咁樣去處理翻同事嘅個人資料嘅處理嘅文件上嘅嘢。咁啊，其實都經過一段咗3個月啦，其實都睇到啲嘢嘅，我都想透過呢一次嘅即係一個溝通啦，都讓阿龍哥明白到公司嘅發展方面嘅嘢。其實嚟緊咧，見到啲同事咧都做得好好啦，亦都好努力咁樣去工作。其實都見到佢哋好有團隊合作精神。其實個企業文化都好重要㗎，因為一個公司嘅嗰個 core value 嗰個價值喺邊度咧，其實係透過一啲嘅企業文化去讓同事去明白到究竟公司嘅方案係點樣嘅。Gary 呢一方面咧，你都好清楚明白，可能喺企業文化方面幫到佢嘅喎，係咪？我俾掌聲 Anthea 同埋 Y 人啦。咁咧，我同 Anthea 都有合作嘅，因為企業顧問同埋人力資源咧，其實都好重要，協助緊企業咧個內部嘅文化。內部文化咧，包括咗咧員工同埋僱主之間嘅關係啦，
呢啲員工係咪可以持續發展，有冇呢種幸福感，令到個員工可以死心塌地去做呢？同埋呢，阿龍哥講話佢係需要呢同多啲年青人溝通，所以佢團隊好多年青人嘅。咁你知道我哋同年青人溝通，某些時候我哋又會狗血，佢又唔中意咁樣。點樣可以將兩代之間嘅一啲需求互相協調呢？呢個我同阿 Anthea 咧就嚟緊係1月就會有一個 workshop 會同大家講啦。咁同埋更加重要咧就係咧喺啲架構上面需要精簡，即係點樣有啲嘅，因為其實好多員工咧，當我哋同好多客戶去傾佢哋嘅企業 performance 嘅時候咧，有時發覺咗咧，啲員工都唔知點解要咁樣做嘅，因為上一手咁同我講咯，或者上一手又同我講咯。其實嗰件事問翻老闆根本話都唔需要嘅，點解？咁所以其實我同阿 Anthea 就會咧同企業去做多啲呢一方面嘅考察。等個老闆話俾我哋聽，點樣可以減到一啲嘅程序？記住，當科技出現嘅時候，我哋唔係減咗人手，我哋只係減咗程序，令到機器做翻機器嘅嘢，人做翻人嘅嘢，呢個先係企業可以持續發展嘅目標。能夠做到呢個底層嘅時候咧，上面咧點樣去揾客，點樣去留住個客戶，點樣照顧客戶關係咧？其實呢個已經係好容易做得到嘅事情嚟㗎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喺我過去嘅客戶有香港優質服務協會啦，亦都有名標 Richard Mille 啦，其實都係講緊從文化當中同客戶接洽，亦都係講緊同僱員福利當中點樣可以令到個僱員同僱主嘅關係，令到大家幾代溝通，跨行業、跨領域、跨世代去做好呢個企業文化。咁我相信我哋呢個部分可以我下個星期見到龍哥啦，咁我哋都會帶住我哋而家今日我哋做咗嘅嘢翻嚟，咁同埋咧我哋自己3個都要review下喎，我哋有好多行業我哋都需要嘅喎，係咪啊？係啊，Legend 咧企業服務我哋呢個 part team 咧，希望今日都吸引多啲咧我哋以下嘅一啲嘅行業精英同我哋一齊行嘅，咁能夠將我哋 Legend 呢個企業組咧就可以照顧得更加廣闊，同埋同個客戶嘅關係更加深，係啊。都要講句 slogan 啦，我哋係咪？係啊，一齊將更多公司做大做強，係啊，咁就係我哋嘅使命啦，呢個行業係。好，thank you。